来关心国际消息，土耳其有一间餐厅的加速桶爆炸，造成5个人死亡，63个人受伤。当局是已经有抓到一个换加速嫌犯。若法国的巴黎呢，是有一台轻型飞行机为天顶落落来，拢总3个人死亡。这事件的关键要搁咧调查。 在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市多巴里镇，这间餐厅发生爆炸，为着正大，附近的建筑物窗仔门拢碎去，外壁也受损。爆炸的声音伫咧几多公里外拢听会到，有真侪人死亡，受伤的人也真严重。内政部长耶里卡亚讲，事故是因为一桶气体杠杆爆炸所造成。当局已经逮捕1名嫌犯，这个查甫人伫咧29拜六才换过新杆仔。另外，法国伫咧30月头发生一台轻型观光飞机，摔伫咧巴黎东边郊区的高速公路，机顶的人员不幸死亡。不过好佳在无弄到车。初步了解，这件空难敢若是飞机器弄到电火条啊所造成。空难现场附近的 A4 高速公路双向拢已经封起来。正伫咧调查事故原因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